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继续。阿姨啊，哈尼晚，你哪来遮啊？阿豪啊失踪啦！阿豪失踪？啊，哪安尼啦？啊，你有找无？有啦，我们四月去找拢找无，我唔才走来帮咱电厂斗找。这应该啦，啊，明仔透早吼。啥物等明仔载，即摆就袂使去找哦。无安尼啦，明仔载你透早吼，我才拜托恁啦吼，我准备搁去来找啊。阿姨，我甲你做伙啦。免啦，你入去啦，我来找就好啦。兄弟啊，是咱来等明仔载，即摆就袂使去找哦。敢讲你真正要了解阿华等来等下？阿华是我亲兄弟的，敢讲你对伊的生死一点都无关系？阿妹啊，阿妹，你来电话来准备一下，我要出来。兄弟，我无法度等到明仔载，我即摆就要来去找啦。我不但要甲阿华找回来，而且我嘛要甲阿姨接倒来东家，一家团圆啦。我无法度做对不起东家的代志，我嘛不忍心东家子孙伫外口咧流浪啦。我唔管你是不是歹，我一定要甲阿华找回来，互伊做咱东家的头家啦。阿妹，阿妹啊！继续，继续。阿妹。建秋，你敢知影？我毋是咧担心讲，阿华若转来，会做东家的头家。我嘛毋是咧烦恼讲，我敢当分到东家的财产。我真正担心的是阿华，若转来东家。你敢会保护我？你汉尼啊相信伊讲的话，你一定会相信。以前所有的冤冤怨怨，你全搁会提起啊！我无爱。伊搁转来破坏咱足无简单才建立的生活，我不爱搁过迄款惊遐痛苦的日子。天公伯，你千万唔通继续找着阿豪，你千万唔通互伊找着。阿伯啊，阿豪兄到底伫倒位？你一定要保庇伊。虽然伊毋是你的亲生囝，请你代念，伊叫你阿爸30几年的份上，你一定要保庇伊，保庇伊平安无代志。婚姻，阿豪兄，虽然伫你在生时阵无法度娶你，不过伊一直将你当作是伊的家后。假使你若真正介意伊，你踮天顶一定要保庇阿豪兄，是一个这么好的人。你千万袂用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阿伯啊，
婚姻，恁一定来保庇。我已经无人通来救，我只好来救恁。恁一定来帮助我，帮助阿福兄，互伊平平安安倒转来。文英，阿福兄，不要！文英，你免烦恼，我是天公仔囝，我会陪你这2有因呢，我无通来好有，阎罗王袂晓早找我去。你做别放心，我会勇敢，好好啊活落去。阿福兄。欧巴桑，无消息对无？欧巴桑，你放心啦，有阿伯啊，甲婚姻伫咧保庇，阿福兄一定无代志。欧巴桑，你知影无？我家有一个阿福兄，伊超工骗我，出去几落工，一点仔消息拢无。迄个时阵，我足紧张，足烦恼，我烦恼伊会出啥物代志。结果你知影无？伊出去几工啊，家己就转来啊。我问去倒位，伊拢无讲。后来我才知影，伊是为着健昌的目睭去找医生。你看，像这么好的人，处处在替别人设想，天公伯啊，哪会忍心去伤害伊？也毋过这摆的情形无共款。欧巴桑，我有信心啊！你对阿福兄嘛一定要有信心啊！你免讲话得甲安慰，其实我嘛有心理准备。假使讲阿福啊，这摆若真想要出啥物差错，假使阿福伊若真想要陪转来，袂啦，欧巴桑，阿福兄，
是一个最有责任感的人，伊一定会将我甲美娟还搁肉粽店放咧不管，伊更加无可能无管你这个老母啊！我相信，伊一定会回来，伊一定会回来奉待你。阿豪爷，你一定会回来对无？为你伤心的人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我假是当时的海湾，我这鬼他妈帮你耍。你莫看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我要去救你，是阿环，是阿环，是我帮你耍，你慢慢帮我耍。阿环，我是安怎？我是安怎？芬妮，你唔通怪我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嘛无愿意看到你受伤害。这段时间我对你嘛袂歹，敢毋是？我无法度甲你放过，我袂用互你去救阿福啊。大哥，你敢知影你伫我心目中一定是一个大好人？你救我一命，搁照顾我的生活。若毋是我听到你甲宝姐讲的话，我真正毋敢相信你会做出这款的代志。你若真是要怪，我要怪陈家的头家娘，唔通怪我。我只是咧替伊办代志尔。头家娘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伊为什么要害阿红兄？因为伊为什么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因为阿福也是陈建昌的亲大兄。阿红兄是陈建昌的大兄，哪安尼？你甲想看觅，阿福是陈建昌阿兄，啊，就是陈家的子孙，安尼伊有资格来分陈家的财产。你想，陈家的头家娘敢会放伊煞？阿红兄是陈建昌的大哥，不过伊伫爱对梅姐，梅姐也无法度将陈建昌放袂去，那安尼，因想要安怎？文英是啥物人？你讲啊！你拄仔讲，陈建昌一直无法度甲文英放袂记。这个人是啥？文英，你毋着甲我讲，无的确，这个人会当救你的阿福兄。我袂相信相信。因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
请问周文英有伫无？我就是，请问你是？你毋免知影我是啥，我是摕一样物件来互你看。这当阵还搁咧怨恨，你若知这代志，你是啥？你毋免问我是啥，紧去求东家的头家娘，啊若无阿华恐惊会无命。我话就讲到这，要信毋信，随在。小等咧，小等咧。这个人来创啥？我马上，这是阿虎兄的下，伊来讲，告诉咱要救阿虎兄，叫俺去救东家头家娘。去救淑珍？袂用的，你袂用得去的。这个人唔是好人，伊讲的话你袂用得相信的啦。我无去，敢袂用的。这几天拢无阿虎兄的消息，4月嘛拢找无伊啦。这是唯一的线索，不管是真还是假，我嘛要来试看卖。假使讲阿虎啊，若真是淑珍掠去的，安尼我若去就好，你免去。欧巴桑，你去嘛是无路用。我甲邱淑珍的恩怨，总有一天嘛要做一个解决。也毋过你行袂记的，你伫咧柯淑珍的心目中，你是一个死人呢。你若是去，你毋惊伊对囡仔安怎？欧巴桑，你哪知影？为你伤心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欧巴桑，你哪知影？阿虎啊，已经甲我讲啊啦。我一定要来救阿虎兄，我免阁自私啊！我免为着囡仔，动怪阿虎兄的死活。我知我应该安怎做。欧巴桑，我拜托你去大家，甲建昌带走，互我私底下会当甲头家娘讲起。你真是要去？阿姨，阿姨，你来跟我讲啦。建昌啊，永暗吼，我毋知影伫厝内困袂去啦，真个心肝内吼，感觉足不安的，敢若会发生啥物代志的，你赶紧陪我过来找阿虎啊，好无？好啊，紧来啦！紧来。